喂，高達迷又有好介紹啦！今次咧要同大家講講《機動戰士高達 Seed Freedom》入面嘅紅色魔蟹造型紙巾盒套啊！呢個可愛又實用嘅周邊商品，無論係高達 fans 定係中意文物嘅朋友，見到都會即刻心動啊！呢個紙巾盒套以劇場版《機動戰士高達 Seed Freedom》嘅人氣機體紅色魔蟹為設計靈感，特別係亞斯蘭駕駛嗰架，背後仲隱藏住新機體無限正義高達意識嘅秘密，簡直係 fans 之間嘅熱話。設計上面好有心思，將無限正義高達意識嘅角變成紙巾嘅出口，抽紙嗰陣就好似正義高達意識從魔蟹機身爆出嚟咁啊！超級有趣又充滿驚喜啊！外觀方面，呢個紙巾盒套用咗 Q 版圓碌碌嘅造型，紅色絨毛嘅材質軟綿綿，摸落去好似枕頭咁舒服啊！仲有黑色眼罩同埋灰色嘅細節位，完美還原魔蟹嘅經典造型啊！見到呢個紅色魔蟹紙巾盒套，真係覺得佢設計得太有創意啦！每次抽紙嗰陣時，感覺就好似無限正義意識從魔蟹機身嗰度衝出嚟救宇宙咁啊！發售日期係2025年4月啊，仲有啲時間準備啊！記得啦，同其他高達迷一齊搶購啦，唔好等佢變成宇宙級稀有機體啦！如果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！下次再見，拜拜！